大家好，今日想推介一個位於加多利大廈嘅鳳凰樓層 B 單位，實用面積有1672尺。咁呢邊嘅景觀呢，正望向東北嘅，近望到加多利山啦，遠至到去獅子山，山景都望到嘅。咁我哋見到飯廳嘅嗰一面呢，仲有個對流窗喺度添，加上呢度樓底極高，所以空間感十足。咁左手邊有2間睡房，中間就有個客廁喺度嘅。而另外嗰一面呢，就係一間大睡房啦，同埋另外一間主人套房嘅。入到嚟主人套房，咁右手邊業主就已經做咗個倒頂衣櫃喺度啦。咁呢邊做3邊落床係冇難度啦。望返出去嘅景觀呢，就同露台一致嘅。呢個單位呢，就屬於4房1套嘅間隔加工人房。除咗佢係鳳凰樓層之外啦，咁佢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好近 Moco 啦，同埋旺角東站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聯絡我約睇樓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